最近天氣開始轉寒，係咪覺得個人好似提唔起神，關節又冤痛呢？尤其係膝頭、手踭同腰骨一痛就知道就快翻風落雨，準過天文台。點解會咁呢？大家好，我係黎醫師，今日就同大家從中醫角度拆解呢個人體天氣預報嘅秘密。每逢轉天氣，特別係溫度同濕度急跌，就好容易會出現肌肉同血管收縮、濕氣重續、舊患作痛呢啲問題。肌肉同血管收縮就係因為寒主收引，就好似凍到僵硬嘅橡筋，拉扯住關節，令你活動唔順暢。香港天氣特別濕寒，濕氣就會困住喺關節位，令氣血運行更加差。濕氣重續就會令你感覺成個身好重，提唔起神咁樣啦。如果你曾經受傷，舊患位置就會最敏感啦，因為舊患位置嘅經絡氣血本身已經比較弱啦。當一遇到寒冷同濕氣侵襲，就會最先發出警報。所以成日話準過天文台就係咁解啦。有邊三類人特別容易變成人體天氣台呢？第一類，年長或者肝腎不足人士，中醫認為肝主筋，腎主骨，年紀大，肝腎氣血衰退，關節保護力就會自然下降。第二類，有運動創傷或舊患人士，好似頭先所講，舊傷位置氣血循環差，當一轉天就會最先有反應。第三類，辦公室久坐族，成日坐又缺乏運動，氣血本身已經唔暢通，寒濕一嚟就更易阻塞。唔想再任由天氣擺布，即刻教大家兩招簡單自救法，幫你輕鬆對抗轉天氣嘅痛症。首先就係熱敷驅寒法，用暖水袋或者用條毛巾浸熱水擰乾，敷喺酸痛嘅關節位置15分鐘，熱力可以幫我哋驅散寒氣，放鬆繃緊嘅筋絡，氣血行得順，痛楚自然會減輕，係一個簡單又有效驅散寒氣嘅方法嚟嘅。仲有就係睡前生薑足浴，方法都好簡單，可以用幾片生薑拍扁佢，加入熱水浸泡腳部15分鐘，水位最好浸到小腿位置，直到腳部暖粒粒，甚至額頭微微出汗就最好啦。俗語話寒從腳下生，呢個方法可以從腳底幫我哋全身驅散寒氣同濕氣，改善血液循環，不但對關節好，仲可以幫助入睡。如果想學更多中醫智慧，記得追蹤我哋 YouTube channel 啦。我哋下集再見。